讲真无，无可能，因为你是交代你工作无够。那么话对恁讲啊，前面头先讲，今仔日机会多，收3工，作外去也就死去，你看咱等去无？赶快会当等去，因为你目标是2发大成心，大成心，发对大成。第二就是咧，你个全部有你个全部以落实的这个方法甲法门，所以咱留伫第2节就过这个三宝生活来时，再来和咱各位来探讨那么这一节就是要向咱各位报告，这是第一点你个全部的思想的第一点，方便的是全部。第二个思想就是讲咧。一生保养的正苗子就是讲咧，你的情况是最顺、最妙、福报最大的所在。这释迦的经中嘛是安尼讲，就是讲咧，释迦的啦，甲对伊对因大家讲，伊讲次名多说多天啊，一生保养圣妙福处，人那就是一小节点讲述一生保持。菩萨的道用，就上过者不能相信。这个释迦啦，就在这个因在主持讲伊讲这个做这个人，伊要落实的众生有一定的目标，有他一定的目标，你大家做标准，伊就给你落实起来。其实咱公司，其实咱政府机关，要科款人员就有一定的范围，一定的目标，不是漫无目标。所以他讲，伊讲这个所在是是十生保养的人在大，最顺最妙，福报最大人在大，好个外好，你的整个到底是好个外好，伊讲我自细一小节来一定拢莫讲别人讲，伊有讲你的整体好处讲袂完，各位咱来讲一小节几年无？第二伊要怎样跟你讲所以这个是小节啦。伊讲我持续一小节的时间，咱莫讲别项道理，讲来讲你的多数多种的好处讲袂完啦。为什么这个数目咧？伊就是讲假设咱人70岁就死，假设啦70岁就死。经过100年等11岁死，经过100年等12岁死，经过100年等13岁死。伊就叫多少人啊？多人4千岁，多了是多少人啊？多人4千，安尼叫1千节咧，安尼讲1半尔。这个100年人佫减1岁，佫100年人咧，佫伊就减到人10岁，这人份安尼一次一顿安尼叫一小节。你看偌久啊讲不要紧啊。所以安尼咱就知影讲到底这个都是做咧偌好咱怎么家己去想象就好。看下安尼用。咱即摆讲啥物？都是讲偌好，讲实在啦，点偌钟就听甲你讲了啦。都是昨天众人出家讲，伊自细直接讲完。各位，咱今日来修你的净土，思想伫倒，咱家己做落啊，家己欢喜落啊，是不是啊？现等感谢咱的祖先，就甲咱接过安尼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伊则讲，我来讲这个一生多数菩萨的保养甲十全果不能相信，那么伫这个所在就相安各的解释。所以这个一生多数菩萨，咱顶一节单书文章的主毛讲，一生多数菩萨的就是前日之间，后日未来中间那个多数者，叫做多数菩萨。那么前日规讲释迦要办哦，后日是5000万年的代志咯，这个中间爱人多数。这个多数者就是多数天主弥勒佛，就是咱弥勒多数。所以就是讲是历代后，弥勒开始多数50来个7000万年。当然这有抓出入啦讲是讲50来个7000万年，其实这可能是当时佛经的翻译翻译成咱这边有一点出入应该是57亿6000万年啦。那么57亿6000万年是西印度话啦，比咱中国话应该是5亿7600万年啦，你差一个零，因为印度没有万，伊是个十百千、十千、百千、千千那个亿啊，没有千万，所以差一个零那么为什么讲5亿7600万呢？伊就是讲咱念佛体，咱这个世间啦就是讲你多出多天。一
一讲多人念伊就400年啦。哦，伊迄一讲你咱才400年啦，啊，伊迄4000年，你个祖师伫遐多住4000年，这就下念伊啦。啊，所以你用个400乘以360乘以4000，如果有7600万。演算中，请稍后。哦，这足久嘿，真久了就对啊。这这就是讲，咱这个会记吼，你的净土，你的祖师的净土，伊的好处就是讲最顺，生命福报最大。哦，这条东用直接的时间就无法甲讲完。那么第三点，咱可以报告，是你的净土，最近你的祖师来修，哦。伊个好处就是第一，就是讲咧，咱甲祖师缘真，位嘛真，缘真真，啊个位嘛真真。为什么讲缘真咧？哦，因为你个祖师伊个愿，甲其他个无共款。其他个伊要只十方个净土，多一个唔知。那么你个祖师伊发的愿是干那要度业无地众生呀？伊个愿是针对咱个嘞。就是讲，咱伫业务地，讲大家都是伊咧度的对象。等于讲咧，伊甲电波已经送到咱遮来啊嘛，像咱咧看电视、中视、台视、华视，电波已经送到咱门口来啊。只要咱听得真诶，咱就看会到啊，咱就感应会到。所以你祖师伊言上真，就是讲已经针对咱就是开始讲，要度咱各位，要度咱业务地众生，要度咱一大众生。已经愿专的精神趴伫这个所在，趴伫咱的周围。只要咱讲哦，祖师我干嘛你做，安尼就缘就是接掉，马上就接掉啦。所以咱人家讲修道很简单，只要你进这台，缘带你来去修道，缘带你来接受你的祖师的事迹。哦，就是因为因为我们用拍咱遮，这叫做缘上经。甲其他的迄个缘吼正远，伊是针对咱个事的，对别个所在、别个方向、十方的众生。哦，那么伊就会伊发的关伫这个所在，为什么呢？其内底毛佛经有记载呢，毋是我袂讲的吼。伊讲你这个本源啊，哦，原来讲因着有众生报因落去，生就觉生，若于时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。哦，也就是讲你个做个本源啊，就是讲众生啊是讲报因落去，这是旧的翻译啦，即嘛新这个贪嗔痴啦。就是讲众生啊，咱把这个贪嗔痴改掉的时阵，我要伫这个人间甲众生当中成道。所以愿是发自咱这个业务地，所以甲咱上界近嘛。哦，所以人家讲咧，咱甲面嘅祖师啊，缘上近，那么缘较近咧，容易成熟。咱过去讲近水楼台怎么样？先得对啦，咱因为你缘甲咱上近嘛，咱上方便成熟嘛。哦。那么这个缘定亲，可比讲哦，伊安尼，甚至讲咱结婚的对象啦，拄住来咱隔壁尔，啊，就看到足水就介意，啊，问人讲我就带过来，因为这个隔壁上好了嘛，所以过去条兄妹结婚了哦，啊，近水楼台是缘上近嘛，这点人就这个缘啊，这这亲家缘嘛，缘上近，上快成熟这个缘，所以就是讲咧，缘上近，哦，所有情况。咱说比如什么十八天花、几个天花，什么色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花，是不是？甲咱每个祖师的净土，头拄甲咱讲说哩着，这离咱上近，伫欲界天内底第四天，甲咱上近，啊上近嘛，要甲咱接受上近无？最近啦，哦，所以讲咧，你的祖师是你的净土，伊的思想就是讲缘近位嘛近，哦，那么为什么来讲呢？因为你的祖师啊，伊当时。伊的几个修来，伊的智慧，伊的德业啦，哦，伊的妙智慧啊。伊就是讲，为度我众生，一定爱先接近众生，先接近众生，才好度来度众生。所以你祖师啊，就将伊的净土接伫迄个界，离众生上近的所在，上近咱上好得修。但是，虽然你出讲来见道人无，有无？同款度无人。你多看下，最当初那条心声，梦啊
梦啊等啊等，都对了。等无现多顺意讲，我等无人意来，是不是？等古巴等无人意来，所以你的招数啊，哎，不行，既然你们不来，怎么样？我去。所以讲，你的整个是放在人间，就是告于咱现在应用的活动，就是咱现在应用的活动。所以讲，咱每一个活动是叫做你的净土。如果咱这个你的净土，跟你在里边那个你的净土共用就对了，哦。所以这是讲的，以荷兰上高近的一个所在。但是呢，虽然你的净土是在人间，相相感知，知唔知？唔知，唔知要哪？就要家己出去人介绍啊，所以山上人各位办事员，各位道亲，爱出去做人，这就是祖师的本怀。各位咱出去做人是做祖师的工作呢，是祖师的本怀，咱来推动出去。就是讲众生唔敢做，你就见到，你就来介绍来，你就来介绍来，他是咱的初心啊，来介绍大家，好大家咧，会当受到这个你的净土。所以第二个就来各位。咱就来讲，感谢祖师的风烛，就是风烛的车嘛。因为净土是比较遥遥的所在，咱就当亲近。因为咱嘛拍出快，咱恶先生，伊就是阮甲咱拍个真近，伊为说个真近无大劲，搁来放入人间，搁来用这个处理大人的这个制度，这就是祖师伊的本怀，哦，伊的本怀。那么他跟一个新闻家怎么讲啊？因为祖师以前无接禅嘛。咱各位你慢慢个体会伊个姿势，伊个姿势就是讲坐了要爬起来的第一个动作嘛，是毋是这款动作？你注意啊哈，你是毋是咱坐禅前爬起来的，啊最后要爬起来先安尼移起来，这是那一个动作？哦，最大的一个动作就是讲嘞，以你的英文毋是多字啊，所以你的无是上边，六多万年，以你的经验内底六多万年的上边来处理这个做。哦，伊的重点，伊的修持。无共款的所在，这个所在，所以后边就是甲咱讲一讲。既然今仔对面的祖师有遮尔好，遮尔多好处，方便接受，过来啊，严经、威压经，过来就讲最善最妙，福报最大，不但干安尼了。你的净土啊，伊个第一个较好的所在就讲伊方便修持，伊方便修持的为什么讲伊方便修持呢？因为这个是祖师伊修办的风格，他的风范，他的风格。那么咱今仔日要做到你的惯习，当然咱来随着你的风范。可是咱今仔日要来去美国生活，你一定要接受美国的法律，你一定要承认他的法律，接受他的法律约束，你这个所在才能安全。同款，今仔日一个外国人要来咱中华民国，要接受咱中华民国的规律。生活方案，伊才是这个所在带来的所在。那么咱今仔日做个你的祖师的惯习，咱也是同款啊，一定要掌握着祖师的方案，一定要掌握着祖师的本怀，咱要到甲契合祖师的心。